玩，我前年才开始玩，那时候已经不划算。你玩一玩，已经觉得力都不够了，所以才升级这个。不算升级耶，我就是觉得 Avatar 就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它是比较平衡，它这个是性能好的。对，取向不一样啊。没错。对啊。好，那就谢谢你啦。就有问题就多多交流。对啊，没问题。这可以帮我们。可以，都来。好，谢谢。没问题。可以哦，好，750号。